香港兒童文藝協會，簡稱兒協，佢嘅創立經過就係一個拔蘿蔔嘅故事。1981年1月嘅一個下午，4位兒童文學工作者參加咗一個名為《展望80年代的香港兒童》嘅研討會。由於嗰個時期嘅香港市面上充斥住渲染暴力色情嘅公仔書，引起大眾關注兒童嘅精神食糧，所以當日研討會嘅討論特別熱烈。4位參與嘅朋友何子、阿農、韋慧英、嚴吳禪霞都覺得香港應該有一個專門團體，將關心兒童精神生活嘅熱心人士組織起嚟，為香港嘅兒童文化藝術做一啲有建設性嘅工作。於是由何子牽頭，大家擔當起發起人，集合力量，號召咗28位關注兒童教育嘅工作者，參與籌建一個兒童文藝團體。經過多次會議討論，集思廣益，大家目標一致，終於喺1981年11月11號，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正式註冊為非牟利機構，成為香港歷史上首個非牟利嘅兒童文藝團體。我哋最初辦會嗰個初心就係話以文學服務兒童，係應該咧，仍係堅持感激
所有同我一齊喺理事會共事嘅每一位義協嘅朋友，鼓勵更加多年輕嘅朋友參與義協嘅工作。就希望呢個更多嘅後生仔女參加義協同埋參加理事會，希望有更加多嘅願意為兒童工作嘅園丁加入嚟，作為我哋嘅會，為香港兒童文藝去繼續努力，能夠掀起另一波嘅兒童文藝嘅高潮，等我哋一齊努力啦！